連續幾日降落大水後，屏東有真濟所在攏淹水。屏東縣政府嘛表示講，包括徛街營業場所，若淹超過50公分，中央甲地方上濟會當有45000塊的補助金額。有村民嘛提醒，有村長嘛提醒講，就一定要有淹水的相片才法度申請。經過幾日天，村民總算是會當騎車出門。前幾天連續的大水雨，造成屏東新園港西水淹超過口肚，較低所在甚至要到腰部。積水嚴重的東港東新里、內關地里、含佳東的文峰村，經過2天的摒掃，整理到一段落。為了協助居民恢復厝內，屏東縣政府啟動災後的補助，除了徛街厝，若有電器車輛浸到水的，攏會當申請補助，時間到9月底。安尼比這個較懸，若內面有淹水入去的吼，愛翕相開。要，有準備，我看會當簽的，公所啦，有叫報送啦，我看有人去簽無啦。屏東縣政府針對災情，徛街營業場所淹水超過50公分，中央提供2萬慰問金，縣府閣補助15000，若有家電浸到水歹去，符合30公分以上的條件，政府針對電器慰問閣補1萬，也就是講上懸會當補助45000。另外淹水無到50公分的，縣府提供1萬塊。那如果是50公分以下有淹水事實，那縣府會專案補助1萬元，縣府會全面的來協助民眾、受災民眾復原家園。縣府提醒水災補助的期限到9月30，民眾申請要注意時間。過來村里長攏有放送給居民，要甲前2天啊淹水的影像保留好，等公文一落來就會當提出申請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